六千楚巴第六课。腿雀时间腿雀时间腿热世纪裸热世代裸克罗隆年度腿气男对季节时节打蛙月份宁夏昼夜秋翠小时钟点根儿吗分钟根儿恰秒钟顿chắc撒克罗星期腿热季啦裸热久一世纪有14代裸热季啦裸克罗久一世代中有10年裸克罗季啦腿气时一年之中有4季腿气热啦打蛙松每季节有3个月打热了宁夏松就月每月昼夜有30宁夏秋翠尼尔西塘昼夜小时24秋翠格尔玛楚剧楚60分钟1小时格尔玛季拉格尔恰尼分钟则由秒构成楚就摊背楚巴得60秒整1分钟迪尼腿翠计当所此为时间计算法腿热计啦罗加月1世纪当中有100年腿热计啦裸热旧月1世纪当中有14代裸热热啦裸旧热月每世代中有10年楼季啦达瓦就逆月1年当中有12个月达瓦就逆尼12个月份指的是达瓦坦波坦达瓦尼巴达瓦松巴1月2月3月达瓦西巴达瓦阿巴达瓦楚巴4月5月6月
达瓦顿巴、达瓦杰巴、达瓦古巴。7月、8月、9月。达瓦朱巴、达瓦朱吉巴、达瓦朱尼巴戒饮。10月、11月以及12月。顿差吉拉瑞沙顿月，一星期当中有7曜日。瑞沙顿尼，7个曜日指的是撒达瓦唐撒米门儿撒沙巴，月曜日、火曜日、水曜日。撒普鲁波、撒巴桑、撒边巴，木曜日、金曜日、土曜日。桑尼妈戒饮，以及日曜日。罗吉拉土气喜悦，一年之中有4个季节。土气喜尼，4季指的是吉嘎唐耶尔卡，春季、夏季。敦卡、滚卡戒饮，秋季以及冬季。吉嘎罗马戒狗族，春天叶子开始生长。米南吉辛卡拉罗豆德行月，人们正在田地里种植作物。伊尔卡炸糖新罗杰，夏天草和树叶茂盛。南西擦哇哈江切，天气十分酷热。敦卡罗马塞波罗古鲁，秋天树叶变成黄色。米南吉这马涅巴饮，人们已经收割完庄稼。滚卡卡瓦隆隆巴，冬天大雪缓缓下。米南吉滚切捆巴饮，人们已经穿着起冬装。解决其中称替换练习。凯瑞吉拉凯瑞卡翠远，一个什么之中有几个什么？土入吉拉罗加远，1世纪之中有100年。土入吉拉罗入就远，1世纪之中有14代。罗入吉拉罗就远，1世代之中有10年。罗吉拉达瓦就逆月，1年之中有12个月。达瓦吉拉宁夏松就月，1个月之中有30昼夜。宁夏吉拉秋翠尼尔西月，1昼夜之中有24小时。秋翠吉拉格尔玛楚就月，1小时之中有60分钟。
格拉玛吉拉格拉恰处就远。1分钟之中有60秒。卡瑞尼卡瑞糖卡瑞戒饮。什么指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以及什么。推松尼第8堂唐达瓦马翁巴戒饮。30指的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图松尼对恰糖写当丁木戒饮。3读指的是贪、嗔以及吃。滚秋松尼桑戒糖却简敦戒饮。3宝指的是佛、法以及僧。提契悉尼吉嘎糖耶勒卡敦卡滚卡戒饮。4季指的是春季、夏季、秋季以及冬季。秋悉尼西勒秋糖罗秋努秋强秋戒饮。4方指的是东方、南方、西方以及北方。囧蛙悉尼萨糖秋梅龙戒饮。4大种指的是地、水、火以及风。闽南吉萨恰凯瑞拉凯瑞切行远。人们正在什么地方做什么？闽南吉行卡拉罗豆德行远。人们正在田地里种植作物。闽南吉星期欧拉严肃加行远。人们正在树底下休息。闽南吉秋站拉切特尔东行远。人们正在河边放生。闽南吉帮汤拉陪谢东行远。人们正在草地上唱藏歌。闽南吉咖啡康拉咖啡通行远。人们正在咖啡厅里喝咖啡。闽南吉普罗古拉 demo 大行远。人们正在巴阔街上看热闹。米卡瑞南吉卡瑞切巴饮。哪些人已经做完什么？闽南吉这马耶巴饮。人们已经收割完庄稼。南闽南吉某某塞巴饮。家人们已经吃完蒸饺。楚崩南吉欧加东巴饮。朋友们已经喝完奶茶。抢去森巴南吉穆朗大巴饮。菩萨们已经发下誓愿。素以凯瑞全巴饮。谁已经穿着起什么？闽南吉军切全巴饮。人们已经穿着起冬装。落处翠只切全巴饮。学生们已经穿着起制服。
查巴翠查切拳把影，僧众们已经穿着起僧服。陪伴那么给陪切拳把影，藏人们已经穿着起藏服。妈咪翠妈切拳把影，军人们已经穿着起军装。阿妈拉给邦登拳把影，母亲已经穿戴起围裙。阿巴拉给丘巴拳把影，父亲已经穿着起藏袍。卓巴翠巴扎拳把影，牧民们已经穿着起羊皮袄。